那为了因应这个杜苏芮台风的一个来袭，那台南市市政府从7月21号开始就开始加强一个防汛准备。那我们整个盘点我们的抽水站跟移动式抽水机，抽水站有60座，移动式抽水机有499座，制洪池总共有58座的制洪池。那我们台南市自己本身有22座，那整个制洪量是600万立方公尺。600万立方公尺是我们用一个来形容，就是用奥林匹克的一个游泳池是2400座的一个游泳池的一个量所以经过这样子，制洪池可以减少我们溢淹了整个从抽水站，还有移动式抽水机，另外加上制洪池，那另外我们就针对我们的黄性热点这一部分，也有在做一个清淤的动作。那我们清淤呢，总长度有376公里。市中心伊拢会准备沙包，几啊百包的沙包啦，就若阮拢会甲民众放送讲，若有需要用到沙包的人，就爱家己去载。若用完了就爱去载，若风太过了就去载过了啦。下雨天呢，阮拢会用量仪筒来量啦，量看大约1点钟就偌济雨吼。中水的部分，阮伫迄个巷仔口拢做一寡水池一般若到几车时阵，阮就爱准备疏散一寡迄个较老的迄啦吼，长者的啦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万里抽水站在民国91年做好，那经过最近期间的优化，总共的这个抽水的每秒抽水可以达到19.8 CMS， 就是19.8吨。那所以说在湾里地区是很重要的抽水站。那配合洗漱抽水站，那将来这个对于我们洗漱湾里地区的民众的保护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说台风来的时候，风雨最大的时候又碰到满潮段，我们会比较担心。因此抽水站的整备特别需要确保这个抽水基建的机组的妥善率。那也希望能够对于真的适时发挥起这个保护民众这个生命财产的作用。台南市总共有58座制洪池，总蓄水量大概有1100万吨。那中间由台南市政府经管的有22座蓄水池制洪池，总共蓄水量600万吨这个部分我们会严加盘点，在台风来临前已经把制洪池的水位降低了这不要把制洪池清空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希望说如果老天降一些雨那不要造成灾害的话，我们要一手抗旱，一手要防洪那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地方政府是比较现在比较艰困的地方那又发生，因为又要登革热，所以说又有登革热，所以说在台风过后又要赶快做滋生源清除，以免台风过后造成登革热大爆发，这是所有的市民朋友都不希望见到的。6时公计欢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议会第4届第3次临时会上午进行各委员会议案审查。在建设委员会部分，因为安南区人口快速成长，所以议员蔡立青建议市府多规划社会主体。对此，都发局长回应，会盘点安南区的土地，积极办理。台南市安南区因为科技工业区的开发，加上临近新界加台南科学园区的发展，目前人口哪来哪济已经突破20万人。因为科技新区的设立，厝价嘛愈去愈悬，因此议员蔡立青伫个即次的临时会嘛提案，希望市府伫个安南区加规划社会主体。对此，都发局长嘛回应，目前发包出去的有1700户，预计市长的任内，全市会用达到1万户。
所以我们希望在安南区还有台南市在新建社会住宅，因为安南区近几年来大家要知道它大量的这个科技人口还有外移人口搬进来，那导致房价这几年是飞涨，那反而是都科技新贵来我们安南区买房，结果安南区在地的人他如果买不到房，这反而是造成一个排挤，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在安南区做一个先期规划，毕竟安南区目前来讲还是幅员比较广大，如果你提前规划社会住宅的话，那之后才能提供我们在地的居民来购买这个，而且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弱势。那目前呢，在安南区规划了1000多户，那我想安南区已经20万人口，它很明显的这个还是不足，所以希望政府还可以再加紧的来规划我们社会住宅的脚步，来照顾我们所有的住户。去年底已经发包出去了，所以大概在117年会有1700多户的社会住宅可以提供出来。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盘点安南区适合在做社会住宅的一些土地，那包括了那个现在重新在规划的天马电台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也会在明年启动这个台南市主要计划的第6次动脉检讨，会不只是在安南区，在台南市原市范围里面，其他的地区都会在盘点。我们预计希望说在市长任内能够达到1万户以上的这个，就是全台南市，包括有将近1万户，超过1万户的社会住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办。其他提案有关的还有文化局甲观光旅游局的部分，包括杨辉纪念馆户外舞台的修缮，甲渔光岛建设相关的游憩设施，委员会嘛拢照案来通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台病院对2014年开始，针对体重加早产儿做开放性的动脉导管来介入治疗，到目前将近20个案例，不止体重对2500公克一直加落去，甚至创下上低体重的早产儿只有478公克的纪录，已经伫世界期刊发表论文。新台病院小儿心脏科的主任王建仁医师指出，胎儿的主动脉甲肺动脉之间有一条动脉导管相通，一般足位红鞋伫出世2至3天会自行来关闭，但若无关闭，就称作开放性的动脉导管，主动脉的血液会持续分流到肺动脉，造成肺水肿、气出血、心脏衰竭，你有性命的危险。尤其早产儿因为动脉导管的平滑肌纤维层较薄，对着氧气的刺激反应不足，造成无法度顺利来收缩关闭。开放性的动脉导管发生率嘛较悬，因此新台病院小儿科团队对2014年导入微创的心导管关闭术，目前做到体重上低只有478公克的早产儿。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了，我们慢慢的从2015年开始，2014年、2015年开始，从2公斤，然后慢慢的1500公克，然后1000公克，然后900公克、800公克，然后最小的目前是全世界最轻，文献上可以查到是478公克的早产儿，都可以用心导管的方法顺利来进行开放性动脉导管的封闭手术。那其实跟外科的传统比较，外科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但只是说我们文献，我们自己成大的经验发现，做这样的处理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跟外科比起来，外科需要开刀的时候需要对肺部有影响，那早产儿对肺部呼吸就是比较不好，所以呢，如果肺部呢可以避免插管，避免对肺部的受伤，我们的论文的数据显示呢，这些病人呢肺部的恢复会比较快，而且造成慢性肺部疾病的比例好像也比较低。医师表示，因为极低的体重早产儿血更较幼，管径只有1-2公里。加上体温容易来失温，难度更较悬。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医材的部分嘛哪来哪细，加上今年3月早产儿心导管关闭术嘛通过健保的审核，得到健保的给付，互患者的家属会用节省10多万的手术费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正大册城7月中雄雄伫脸书公告营业到8月底，引发抢救册店的声音不断。日前正大册城发出公告表示，伫这个鼓励甲取得供应商的共识以后，决定将继续营运。毛这民众松了一口气，纷纷表达支持。经过20天，台南正大书城伫面册上打出公告，决定将继续营运。这篇文章吸引超过25000人来市站，也有一人留言讲会用行动表达支持。连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也给你留言表示祝贺。不管网络上还是来电的民众，确实都很用行动来支持我们。那人潮确实有变多。那这个期间7月15到8月15这期间，我们业绩大概有增加了20%，好2成。因为这个不列入平常的考虑，因为这是短暂的一个红利啦，那还是要回归常态，变成希望大家还是能平常就来支持实体书店。业者也借此买册优惠来回馈民众。台南市长黄伟綽也真感谢因愿意继续留伫咧台南，并表示这对台南市民来讲是真好的礼物，希望让这个独立册店会当一直伫台南市这个文化高度。要维护这样的书局，还有包括除了正大书局之外，还有一些独立书店，这些其实坦白讲，需要市场的力量的支持，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那不只是官方的，单凭官方的力量是有限。但是就算是这样子，我们官方力量还是愿意在未来书籍的购置、藏书的购置以及活动的举办，甚至于这个一些艺文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跟正大书局合作。另外，台南市立图书馆也举办名人带路踅册店买好册活动，让市民朋友更熟悉台南特色册店，并推广活土风气，也将整合在地资源，结合实体册店办理讲座、新册分享以及文化推广活动等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市东山区农会结合粮食制造的品牌团队，将乌叶荔枝、咖啡以及彩色的银眼干等推出中秋礼盒，当中有16道素食料理的食谱，让民众用简单的煮食来品尝东山的好滋味。台南市东山区农会伫中华地区的牵线之下，甲台湾企业品牌粮食制造以奶鸡、火龙果做成果泥，另外搭配着零银干甲咖啡，以文创礼盒的方式推出中秋节伴手礼。咱东山的农特产品非常的丰富，咱这届甲咱的知名品牌企业粮食制造共同联手来推出中小企业城乡创新辅导计划。将咱东山的农特产品来做食材。那这个礼盒呢，当中我们是延续在地永续的精神，然后呢，让水果能够入菜。东山区的天气呢，这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在这么样好的一个土地的状况下，然后农民这么辛勤当中，我们才能够去把这样子的一个礼盒把它设计出来。主厨林胜志伫现场也用火龙果做成炒饭，以素食简单料理的概念，将对这4项农产品再加16道佳肴，让民众伫厝内就会当轻松料理，期待透过美食传达东山的人文风采。那这次呢，会用东山区的这个咖啡的话呢，我会来做一个咖喱。那咖喱的部分里面会加入这个猴头菇来做一个炖鸡。那当然，这个荔枝的部分呢，里面就是比较偏向是一个凉拌菜。那当然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塔啦，或是一些法式的一个小点。粮食制造团队近伫咧东山区制作系列影片，让消费者熟悉当地农民用心经营农产业的故事，协助东山区农友提升农作物的价值，创造新的商机发展。台南新闻顺快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湾迈向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今日拄好每啊算来第1万天。对此，工业技术研究院伫经济部支持，提出相关的创新应用甲技术，要互南台湾的产业一步一步转型，甚至创造商机。16号特别举办论坛甲展览，场面相当盛大。净零碳排议题已经是全球趋势，特别是过去高度消耗能源、污染的产业如何转型，甚至变成商机。工业技术研究院16号伫沙仑串联3关学研的专家甲工学会代表，除了要以论坛甲展览提供永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也伫2050年净零转型每啊算来1万天的之时，共同宣告落实的决心。3、2、1，净零转型，未来进行。现场请热烈的掌声，今天是我们启动。最有效的减碳方式是什么吗？其实是节电。你少用的那第1度电，是排碳量最高的那1度电。只要你少用1度电，排碳量最高的那1度电就会被减下来。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子的有效的使用能源，降低提升能源的能效，有效的节能，这个其实是对减碳来讲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而这个工作事实上是反映在所有的生活里面。你们产业上面有需要用到的一些减碳的技术，我们今天都有在现场有20几样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希望借由这个论坛呢，案例的分享呢，能够激起大家对于净零永续这时候的商机，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挑战，它事实上有很多机会。也看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包括咱的废竹变黄金这个对我们台南市的沿海地区咱的那个科棚就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一些废科架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做解决，不要完全全部进到我们的焚化炉那也当然把废竹变成黄金，这个就是一个净零减碳然后协助政府政策上面一个最好的写照。为了掌握南台湾产业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满足升级转型的需求，工业技术研究院2年前就成立产业创新办公室，希望伫永续经营、循环经济、甲新型能源等各方面找出解决方案。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伫工业技术研究院今年所展出超过20项的减碳技术甲应用服务当中，包括将废弃的竹仔透过碳化等技术甲绿色的制停，已经运用伫民生甲工业建材等多方面。同时，会中嘛以呈现废弃物变黄金的产品，成为展览当中一大焦点。讲到净零碳排，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嘛无一件代志会当疏忽。今年经济部甲工业技术研究院结合南台湾产业所举办的展览，就展出超过20项减碳技术甲应用服务。其中用废弃竹仔所改造的产品，已经运用伫民生、环保建材甲美容装品等等，将垃圾变黄金，嘛达到净零碳排目标。竹子的生产的环境非常的快它大概4年就可以成木所以它必须要疏伐。那疏伐下来之后呢，其实它就必须要去做成一些，它就可以去做成一些负碳的材料比如说像是绿建材啦或者是它在过程当中可以去做成相关的一些帮它宠物的用品或者是宠物的这个皮肤病的一个用品都可以来做一些比较高质化的应用。为了满足2050年净零碳排新的趋势，现在纺织产业卖当用低碳无毒的微生物染料来取代石化原料，运用伫背包、牛仔裤等产品，而且已经成立新品牌量产。开发出来用微生物、用大肠杆菌去做一个基因的转殖，那基因的转殖代谢出来呢，它就会变成一个100%的生质的，而且是完全生物可分解的一个染料。那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因为它整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是这个非常低温，居在室温的部分，所以它在减碳上面呢可以高达40%的一个减碳的效益。那第二一块就是说，因为它本身是100%的可以分解的，而且
且是升值的一个材料。所以呢，即便是我们后面应用在牛仔或者说其他伴随着洗涤排到废水里面呢，对环境是完全没有任何负担的。经营拓牌转型，虽然让业者成本提高，不过转型就是商机，而且建立竞争力，对今仔开始永远袂晚。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迎接暑假，观众朋友到想要带囡仔享受无同款的游艇。今年卫武营艺术中心在暑假5星期饭店合作，推出结合景点旅游甲艺文主题套房，希望提供民众无同款的亲子旅游。暑假到来，亲子出游想要来趟不一样的旅程吗？国家艺术殿堂卫武营艺术中心在这次暑假期间，特别跨业结合知名饭店业者，推出景点旅游、住宿懒人包之外，更有主题套房和卫武营艺术中心的同步优惠，让艺文飨宴也加入了旅游市场。因为我们在卫武营有很多国际来的这个表演团队，尤其是交响乐团，或者说国内从北部下来的交响乐团，那他们在这边演出常常都有过夜的需求。那高雄福华大饭店其实是一个我们从当时开始就一直是非常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伙伴。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尝试在文创商品的部分，我们也有做合作。那另外在去年开始也有了像现在我们各位看到这个主题套房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专案。那这次的住房专案呢，除了在高雄，也特别呢到了新竹、石门还有溪头，让大家可以跟着可爱的吉祥物一起北中南玩透透。那另外呢，像暑假目前的一个住房状况，其实平日呢大概来到了60%以上，那假日呢大概有到7到8成以上。那持续呢还有民众在订房，那相信到时候的订房状况呢会是更加踊跃。集合充满童趣艺术氛围的暑期旅游，让小朋友在想象欢笑中成长外，也可以实体接触。饭店业者用心布置的亲子套房，打造出满满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童趣氛围。业者同时也将联名住房活动拓展到外县市旗下饭店，只要入住，价值超过2000元的周边联名商品，通通都可以带回家。今年呢，那也借由福华大饭店的这个引介，我们的花露露，也就是我们的在同乐节的这个主题人物，还有我们卫武营的代言人之一，或是领路人之一，那他也有了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 Hovi 熊。好，那我们今年呢，就很欢迎，不管是高雄或是南部，或是说我们全台湾的这个亲子家庭们，还有小朋友们来我们卫武营，从7月6号到23号，我们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表演节目、工作坊，甚至还有运动竞赛可以参加。那这一次呢，在暑假饭店也特别携手卫武营推出了一个亲子套房的一个住房专案。那在这个住房专案里面呢，大家可以在客房可以看到我们可爱吉祥物Hovi熊跟花露露的身影。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拿到价值2000元的可爱周边。那这个住房专案像是有依照人数啊，搭配双人房或是豪华家庭房，那每房呢是3999元起。那除此之外呢，像入住这个住房专案，还可以享有像是卫武营同乐节节目的一个购票8折优惠。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在去年就与饭店业者合作，联名专案客房一推出，马上就被抢订一空。今年再度合作，又适逢疫后旅游旺季，势必将替国内暑假期间刷出国旅市场不一样的旅宿模式，更引领一波充满艺文飨宴的亲子旅游话题。花露露同乐节，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